过来消息来看，全台湾的关火中心目前只剩4天到1礼拜的量。最近天气真冷哦，心血管疾病病人是真多。即马个特别过年咯，所以基金会是呼吁民众赶紧来关火做爱心。拜五暗，强烈冷气团报道，天气寒有心血管病症的病人也要随时注意家己的身体。医师表示，因为最近心血管病症的人较多，用火的需求量大，这也是致使全台血液库存无啥够的原因之一。最近啦吼，因为天气较寒吼，所以讲破病的人真侪吼，啊，搁有迄个心肌梗塞之类的人吼，拢嘛是较侪，所以讲。即马阮迄个加护病房的人嘛，足满的嘿。啊，这可能嘛是讲阮欠血一个原因啦。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，续落来拄着跨年，搁有春节放9天，加上即阵受天气的影响，感冒的人较侪，致使关血的人减少。目前全台4种血型平均库存量，敢若剩4至7天，属于偏少。尤其台北关血中心O型的血是上欠的，库存剩无到4天。阮的安全库存量才6.1天尔啦，哦，所以可见是2种远的，因为7天才是安全的啦，哦，啊，尤其呢，阮迄个O型的血吼是上欠的啦。全台湾的血拢加起，O型的敢若4天外尔啦。基金会表示，当年年节前后较接欠血，尤其侪民众拢会安排旅游出国。不过需要用血的病人是1分1秒拢袂使等一，因特别甲放年假的前1个月定做捐血月，希望民众会当烧天做血来捐血，为社会贡献1份力量，也让年假需要用血的病人安心接受治疗。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。